好啦，個股分析697首程控股嗱，咁啊，首先呢隻股票咧係今年焦點板塊啦，機器人概念股。咁我年頭嗰陣時係揀咗幾隻出嚟，咁呢隻咧係屬於細嗰啲嚟嘅啊，佢個市值咧就百零億嘅啫。咁但係咧，你睇佢個 number 咧就歷史悠久喎，因為佢以前咧係首鋼啊，即係北京首都鋼鐵嗰一系嘅股票咁啊，搞呢搞路啊，咁啊首鋼都應該停咗工啦，係嘛？咁啊一路咁樣演化出嚟咯嚇。咁啊依隻嘢咧本身就機器人啦，咁啊冇乜特別。咁啊最特別嘅咧，佢就係因為佢揸住羽樹啊，羽樹機器人嗰啲股份嘅啊。咁啊唔知係子憑母貴定母憑子貴啦嚇。咁因為羽樹咧其實係好出名嘅機器人公司啊，人形機器人啊，亦都想喺香港上嘅。咁啊，如果佢喺香港上，就一定係轟動嘅啊。咁啊，年年春晚咧，basically 羽樹一定有啊。咁啊，今年4間喺春晚機器人表演咧，羽樹其中之一間。咁啊，依4間咧全部都冇喺香港上市嘅。咁啊，有個憧憬啦，係嘛？好啦，咁啊，羽樹咁鬼出名嗱，咁所以佢呢隻股咧就靜咗一排噶啦。咁啊，最近呢幾個交易日咧，咪即刻大上大落咯嚇，成交又夠啊，個升幅又夠，咁咧就試過升到去2.4，咁啊穿晒保力加通道個頂噶啦啊。咁啊而家回翻落嚟又未到中軸線啊。咁啊所以呢幾隻機器人股咧，即係大家觀察下咧，就知道佢個品性咧，就已經知道點樣玩噶啦。咁佢而家呢隻咁啊大上大落，暫時就唔好理住啦，反正有咁多股票揀係嘛，等到佢去到保力加通道個中軸先再考慮咯嚇。同埋個倉位嘅配合都好緊要啊，即係你唔係淨係炒呢隻噶嘛啊，你有其他股票買噶嘛。